好，歡迎收睇市況速遞。內地電動車電池龍頭企業寧德時代嚟香港上市，成為今年以嚟全球最大嘅 IPO。熾熱嘅投資氣氛有冇帶旺到工商鋪市場呢？即刻同大家睇下。睇之前呢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，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。即刻同大家睇下5月份工商鋪市場嘅數據。5月份工商鋪整體一共錄得289宗成交，按月下跌大約13%，總成交金額錄得大約28.67億元，按月下跌大約71%。當中工廈市場方面錄得163宗成交，按月下跌大約23%，而金額錄得大約9.02億元，按月下跌大約37%。寫字樓錄得70宗成交，按月上升大約21%。成交總金額錄得大約9.8億元，按月下跌大約87%。主要因為之前4月份港交所以大約63億元購入中環交易廣場多層樓面，錄得大額成交，基數高所致。商鋪方面錄得56宗成交，按月下跌大約11%。成交金額方面，總金額錄得大約9.84億元，按月微跌大約2%。中原工商鋪工商部董事劉松興表示，中美貿易戰令到工廈成交量同埋金額大減，不過隨住貿易戰緩和同埋工廈價錢沉底，成交量同埋金額有望回升。5月份咧，整體工廈市場方面咧，整體嗰個成交金額啦，或者係成交宗個減少咧，第一咧就係因為本身呢個數字亦都係滯後嘅，而家反映都係去翻4月份嘅數字啦。咁4月份嚟講，大家知道4月初咧有呢個中美貿易戰啦，亦都令到整體個市場嗰個成交量咧係大幅驟降啦。因為咧大部分嘅廠家咧都係持呢個觀望態度啦，咁所以嚟講咧令到整體個成交量啦同埋成交金額都係大幅減少啦。不過咧就隨住呢個工廈就日漸咧沉底啦，相信嚟緊嗰個整體嘅成交量或者成交金額咧會係陸續咧上升嘅。加上呢個中美貿易戰個氣氛係放緩咗啦，相信咧有部分之前嗰啲廠家即係未肯喐手嗰啲咧，開始嚟緊都會陸續咧就係入市啦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持續回調，加上有傳聯儲局下半年將會再度減息，息口回落有利於工商鋪市場，相信會喺之後嘅成交數據反映出嚟。今日嘅節目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可以留言、like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